心软弱。其实啊，刚强是在心里面的，那个天花示现在外面，在心里面啊都很刚强。佛光山啊，东禅寺。我讲话我们不会听，可是我们都否认啊，有听啊，所以佛讲的都是有一点讲到我们内心里面。那么我又视线大小便利，跟众生一样，有吃呢。佛光山东禅寺，大陆湖北东禅寺啊，大陆湖北东禅寺，湖北黄梅就是在黄冈那边管的一个地方叫黄梅。那黄冈就是离那个武汉很近啊，那武汉就2020年，2019年12月就发生那个武汉肺炎了。2020年到今天已经2月哦。那2月8号了，你看，武汉肺炎还很严重了。就是吃野味啊，据说是吃那个蛇了，也有说吃到蝙蝠了。蛇会吃蝙蝠吗？那蝙蝠的毒就经过蛇啊，然后人类又吃了野味蛇肉，然后就感染病毒。也有说吃那个什么老鼠的。庚子年呢，2020年是庚子年，很奇特的嘞。